所落来学校就特别休热咯，不过伫咧休热期间，嘉义市会继续照顾市内3000多名经济弱势囡仔。嘉义市政府也决定讲，伫咧休热期间，要甲中昼顿的参观金额对50块有关到70块。一本42张，总共2940块的参观，是嘉义市经济弱势学生伫休热这段时间中昼顿的参观。进前一张是50块，但是考虑物价甲一寡家长的反应，所以把金额提高到70块。那我觉得这个计划应该能够妥善的继续执行下去，对我们嘉义市各方面，尤其是弱势家庭的照顾会非常的好。提高营养午餐券的面额，市府大约会增加约230万的支出，但是却会让总共有3056名的孩童因此而受惠。学校表示，经过学校来认定的经济弱势家庭，拢有来申请遮的参观，因嘛拢有找附近的店家来合作，保障囡仔食饭的权利。学校阁会请厂商协助注意参观的使用。他孩子来这边购物，会管制孩子所买的食品，一定把餐券要用在食品食物的采购上面，不会去用在其他物品的采购。目前学校因为疫情停课，但是也是有一寡弱势家庭的学生来学校受到照顾，刷来都要休热。有家长表示，参观加出来20块，唔但互囡仔有更较侪的选择，嘛减轻厝内袂少的负担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